大家好，歡迎收睇本期視頻。2004年嘅香港維多利亞港嘅海風仲夾雜住經濟復甦嘅暖意。19歲嘅徐淑敏正喺度同屋企人喺移民中介嘅辦公室入邊反覆核對簽證材料。彼時佢屋企喺九龍經營住一間小型嘅電器行，雖然唔算係大富大貴啦，但係都係衣食無憂㗎。父母就抱住想帶仔女更好嘅未來嘅念頭計劃舉家移民加拿大。為此就變賣咗經營10年嘅鋪頭，甚至仲借咗高利貸補足咗資產證明。徐淑敏就特登暫停咗呢個模特兼職，每日就浸喺語言學入邊攻克雅思。行李箱入邊早已經疊好咗適合北美氣候嘅羽絨服啦。但係命運嘅玩笑都係嚟得猝不及防噶。遞交申請半年之後，佢哋收到咗移民局嘅拒簽信，因為資產來源證明存在瑕疵，而且爸爸媽媽嘅職業背景未能通過審核。嗰一日，我媽咪將自己困咗喺房入邊，喊咗整整一夜。多年之後，徐淑敏就喺訪談入邊隱晦咁樣提及，變賣嘅鋪頭要唔返嚟，欠嘅錢就好似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為咗償還債務，佢不得不重新拾起模特工作，穿梭喺各種嘅商演同埋平面拍攝嘅現場，經常一日淨係瞓4個鐘。呢一段移民失敗嘅經歷悄悄咁樣改寫咗佢哋人生嘅規劃。嗰陣時突然間明白，安穩嘅生活遠比遠方嘅幻想更加重要。2006年 TVB 舉辦嘅香港小姐競選成為咗徐淑敏人生嘅新契機。憑借住甜美嘅外形同埋得體嘅談吐，佢由千餘名嘅參賽者入邊脫穎而出。雖然就未入到3甲，但係就斬獲咗旅遊大使獎，成為咗媒體眼中嘅黑馬。比賽結束咗之後，佢就順利簽約 TVB， 被高層視為重點培養嘅對象。短短1年間就獲得咗多個優質資源啦。喺鐵嘴銀牙邊飾演靈動嘅丫鬟，同陳小春、佘詩曼同台飆戲，主持最緊要政治等等嘅熱門節目。憑借住親和嘅風格就收穫咗觀眾緣，更加喺《巾幗梟雄》入邊飾演溫婉配角，令到佢提名年度最佳新人。呢段時期嘅徐淑敏堪稱人生贏家，事業蒸蒸日上嘅同時，仲收穫咗一段戀情添。2008年，佢就同比自己大20歲嘅圈外男朋友公開戀情，對方事業有成，而且對佢體貼入微。但係呢一段感情最終係因為生育觀念嘅分歧畫上咗句號。男朋友希望佢盡快結婚生仔，而正處於事業上升期嘅徐淑敏唔願意放棄打拼咁多年嘅機會。嗰陣時覺得好唔容易靠自己企穩咗陣腳，唔可以輕易放棄。佢後嚟就回憶啦，彼時嘅佢或者從來都冇諗到啦，1年之後自己會以更加倉促嘅方式踏入婚姻。2009年嘅夏天，徐淑敏就喺一次商業活動入邊結識咗飲食界嘅才俊黃浩。比佢大11歲嘅黃浩背景顯赫，唔單止係多間餐廳嘅投資人，仲曾經擔任新加坡 MediaCorp 嘅唱片部總經理，旗下嘅藝人包括郭品超等知名明星。據港媒報道兩個人相戀淨係2個月就火速確定關係啦。原因係徐淑敏意外懷孕。呢個消息喺娛樂圈掀起軒然大波。畢竟嗰陣時嘅佢正處於事業嘅上升期，人生解碼等新劇都係啱啱開播。當年嘅11月，2個人就喺尖沙咀海悅酒店舉行盛大嘅婚禮，耗資超過330萬港元。出席嘅嘉賓涵蓋咗商界同埋娛樂圈嘅名流。婚禮上面，徐淑敏身着住價值8萬嘅定製婚紗，笑容甜蜜咁樣依偎喺黃浩身邊，宣布暫別娛樂圈，專心相夫教子。2010年嘅3月，佢就喺養和醫院剖腹產誕下咗大女 Vienna。黃浩全程陪護，仲特登定製咗刻有母女名字嘅鑽石頸鏈作為禮物添。次年嘅9月，女女 Winnie 出世，徐淑敏徹底淡出咗公眾嘅視野。有陣時都會出現喺呢個慈善活動入邊嘅，都總係以黃太嘅身份自居。呢一段睇落美滿嘅豪門婚姻，實質係暗藏隱患嘅。黃浩嘅囂張喺圈入邊早已經聞名噶啦。2010年佢就因為同記者發生衝突，吐口水鬧上法庭，最終係被判自簽保釋金。2011年家公去世之後佢就因為生意糾紛同合作夥伴公開對罵，言辭激烈。徐淑敏對此係始終保持沉默噶，淨係喺被問及丈夫時輕聲表示佢只係性格直率。但係佢身邊就有人透露啦，黃浩嘅強勢令到佢壓力都幾大噶，尤其係連接生咗2個女之後，面對豪門對男丁嘅期待，佢不得不開始準備第3胎。
2012年嘅11月，王浩投資嘅餐廳啦就爆出咗驚天嘅醜聞啦。有人兜售一段閉路電視嘅短片，內容顯示多名嘅知名藝人喺餐廳內聚眾吸毒。事件曝光咗之後，王浩嘅回應堪稱囂張。佢直言收到20萬嘅勒索費，仲親口承認確實係有藝人喺餐廳吸毒，瞬間將徐浩瑩、何超儀等明星推上風口浪尖。面對記者嘅追問，徐淑敏一臉惘然，聲稱從來冇見過有人吸毒，唔關老公嘅事。呢一種反差令到事件充滿疑點。風波未平，新事又起。同年12月，王浩喺某個婚宴上面被指遭曾志偉掌摑，隨後報警，仲帶咗徐淑敏去醫院驗傷添㗎。有消息就話啦，衝突起因正正就係因為吸毒視頻入邊王浩嘅不實言論激嬲咗演藝人協會。令人意外嘅係王浩喺後續公開活動入邊竟高調咁樣宣稱有2名 O 記嘅高級警官陪同到場，仲好得意咁表示大家係老友，成日都跟住我。呢一番炫耀徹底暴露咗佢囂張嘅本性。2013年嘅3月，更加嚴重嘅醜聞爆發，日本模特田代麻衣同久保幸奈曝光，王浩安排佢哋陪伴2名香港總督察夜遊，甚至入住6星級酒店尋歡。港媒放出嘅視頻入邊，田代麻衣同埋梁姓總督察舉止親昵，久保幸奈都係頻頻敬酒。呢件事震驚咗全港。要知道涉事嘅梁姓總督察駐守重案組，陳姓總督察則任職於投訴同埋內部調查科，均屬係敏感職位嚟嘅。警隊高層震怒，下令徹查，2名警官被停職放假配合調查。呢個時候，徐淑敏正正就係懷緊3女，但係就不得不陪同王浩應對危機。有媒體就影到啦，2個人帶住2個女女去行主題公園。面對係咪擔心老公嘅追問，徐淑敏笑而不語，全程拖實阿女隻手，神情憔悴。王浩就依舊囂張，唔單止拒絕回應，仲反問記者：你係咪嚟玩㗎？呢一場風波最終係以王浩不知情為由不了了之，但係佢黑白2道通殺嘅傳聞就越演越烈啦。徐淑敏嘅豪門生活都被貼上危機四伏嘅標籤。2014年嘅1月，徐淑敏生咗3女。同時正式同 TVB 解除合約，徹底告別娛樂圈。呢個時候嘅佢年僅30歲，但係就已經喺5年內3次剖腹生子，身體損耗嚴重。港媒就影到啦，佢陪女女上學嘅時候昔日嘅港姐光環褪去咗唔少，身材略顯臃腫，但係面上面始終帶住溫和嘅笑容。有消息就話，王浩因為多次嘅事端形象受損，餐廳生意一落千丈，甚至不得不關閉2家分店，但係佢對徐淑敏依舊寵愛，成日都會送奢侈品嚟安撫妻子嘅。近年嚟，徐淑敏有陣時都會出現喺社交平台噶，分享更加多嘅就係家庭日常啦，帶女女做下公益，學下烹飪、旅行度假等等。2018年就有媒體報道佢仍然打算追生仔仔，引發咗外界對豪門生育工具嘅討論，但係佢從來都係未正面回應噶。如今嘅佢已經年近40，保養得宜，笑容依舊甜美，只不過喺眼神入邊多咗幾分歷經世事嘅從容。回望徐淑敏嘅人生軌跡，移民失敗嘅挫折令到佢更加早識得現實嘅重量。港姐嘅生涯賦予佢短暫嘅星光，而嫁入豪門後嘅生活就充滿咗爭議同埋挑戰啦。丈夫王浩嘅囂張個性雖然多次引發咗事端，但係都喺某種程度上面成為咗佢遠離娛樂圈嘅紛擾屏障。由渴望遠方嘅少女到堅守家庭嘅母親，由鏡頭前嘅女星到低調嘅闊太，佢嘅每一次嘅選擇都烙印住時代同埋個人嘅印記。正如維多利亞港嘅潮汐，有起有落，但係始終向前流淌。今日故事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